记者会上，国民党台南市长参选人谢龙介直接公布业者汇款720万的证据，经正处董事人出面，为当时甲市长王伟泰食饭，餐厅座位安怎坐，到讲话内容，甚至连倒一句讲国语，倒一句讲台语，拢讲甲清清楚楚，显示出对幕僚来源有十足的把握。伊咧我开讲迄阵有我讲你要先帮忙别人啊，别人才会帮忙你。讲到我道，讲我道，讲国语，讲国语咯。意思讲你是要帮忙别人，别人来帮忙你，还是讲国语？讲国语，讲你要先帮忙别人，别人才会帮忙你。哎，讲5摆。伊有3个基金会啦。伊佫有甲你讲，伊有3个基金会。拢咧帮助弱势团体。即马对点外针对了，因为历史咧对作品嘛。对了伊历史讲，你这个完全合法。你这个完全合法，无靠对账单。啊，对照表哦，对照表是安怎？是为你量身定做啦。我足无甘愿付钱的啦，我迫于无奈啊。真正人拢借势借端，用这来我恐吓。你若无我若无付恐吓，我若无付这钱，我会走路，我会倒嘛。我足无高怨付的啦。啊，因拢借势借端，利用这物件我恐吓。面对指控，市长王伟泰表示，伊个人坦荡荡，对着甲事实无符合以及幕后情绪，将会提告。整个事情就是台南市议员的一个带着民众的陈情。那约在我们接受陈情之后，然后这个我迟到了，然后先行离开，大概就是这样的情形。至于相关这个案件本身有对于其他的相关当事人有抹黑或者是有不实的部分，其他的人我们尊重他们的一个做法。但对于市府跟市长本人，如果有这个抹黑的部分，我相信对于事实不符合的部分，我们会严议提出法律诉讼。台南市长王伟泰将严议提出法律诉讼，以证清白。不过，谢龙介这边也有过后续有第2个记者会，双方的攻防战争才打开始。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要先帮忙别人。